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9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23节，47节到48节。申命记第4章21节到40节。马可福音第7章第9节到2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洁净。有关这个洁净，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教导，就是讲，伊讲，既然洗过身躯的人，只要甲骹洗清气，全身躯就拢清气啊。基督信仰的教导是一个积极面吼，所以咱不但爱追求洁净，伊讲圣洁，嘛爱追求互人得到洁净。洁净伫信仰顶悬，其实就是咧讲亲近上帝，就是所谓的圣别家己啦。出来入记的以色列人生活中间，时常离开上帝，得罪上帝。申命记第4章21节到40节，安尼讲着，上主却因为恁的缘故对我受气，立誓毋互我过约旦河。嘛毋互我进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好土地，我就死伫遮，袂当过约旦河。毋过恁会过去占领迄个好的地，恁着谨慎，才免恁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甲恁立的约，违背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。为家己雕刻任何形状的偶像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吞灭的火，是要求专情服侍伊的上帝。伫恁迄个地住真久，生囝传孙，若对了，做逐款形状的偶像。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歹的事，惹伊受气，我今仔日就要叫天叫地出来做证控告恁。恁为伫过约旦河得到做产业的地，真紧灭亡。恁伫迄个地袂久长，会彻底受消灭。上主会互恁四散伫万族的中间，伫上主赶恁去遐个国。恁剩落来的人真少，伫遐恁会服侍人的手用柴用石做的生命，因袂看、袂听、袂食、袂闻。毋过恁伫遐要找求上主恁的上帝，若专心专情找伊，就会找着。将来恁拄着逐款苦难的时，恁会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顺服伊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袂放杀恁，袂糟灭恁，嘛袂记得恁伊立誓甲恁的列祖所立的约。恁查考全世界，对以前就是对上帝创造人类伫世间以来。减捌有亲像即款的大事发生，恁减捌听见即款代志，减有倒一个民族捌听见上帝对会中讲话的声，亲像恁听见，毋过还活地。减有倒一个生命，亲像上主恁的上帝对万族中间竞选一族做家己的子民。佮出手大溃力的手，用灾难、侵略、技术、战争，伫埃及为着恁做大通惊的事。上主安尼对恁显示，互恁知伊是上帝，以外无有别个。伊对天，互恁听见伊的声，为着要教示恁。搁伫地上，互恁看到伊的大火，听到伊对火中甲恁讲的话，因为伊听恁的列祖，所以竞选因的后代，亲身用大权能对埃及带恁出来。
对恁的面前将比恁较强大的民族赶走，带恁入去因的地，将即个地赐恁做产业。亲像今仔日安尼，所以今仔日恁着知，着袂会记日，天顶地下只有上主是上帝，以外无有别个。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的规例甲诫命，恁着遵守，互恁甲恁的后代通得到福气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永远产业的地，久长徛起。以色列人雕刻偶像，敬拜偶像，得罪上帝。不但家己无洁净，嘛阁互所有以色列人因为安尼，真做同流的人。耶稣基督教导军队者的生活，对甲父母的关系保持洁净的生命，并且提醒军队者，什么事是真正互人无洁净的，迄就是对心内底的垃圾。马可福音第7章第9节到23节，耶稣基督安尼讲。耶稣佮讲，恁为着要接受传统用巧妙的方式来拒绝上帝的诫命。摩西命令恁着孝敬父母，佮讲骂老母的应该处死。毋过恁讲，人若对家己的老爸还是老母讲，我应该互你的已经拢做泥板。一泥板的意思就是献互上帝的礼物。恁就准伊免奉养家己的父母，恁用恁所传授的传统来废除上帝的话，恁阁做真侪即款的代志。耶稣阁叫众人来甲因讲，恁大家拢着听我的话，着了解。对外面入去人内面的物，无一项会互人无清气；但是对内面出来，才会互人无清气。耶稣离开众人入去厝内，伊的门徒就问伊这个譬喻的意思，伊就甲因讲：安尼连恁拢无明白哦。恁兼无了解，对外面入去的内面拢袂有互人无清气，因为对外面入去的，毋是入去心内，是入去腹肚内，后来放落去便所。耶稣安尼讲是指所有的食物拢清气，伊佫讲对人内面出来，才会互人无清气，因为对内面出来是对人的心出来。是歹念头、私通、饕餮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心、邪恶、奸诈、放纵、怨妒、诽谤、骄傲、袂晓分别是非，这一切邪恶的事，拢是对内面出来，这才会互人无清气。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。13节到23节，47节到48节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啥人会晓得讲起上主的大权能？啥人会当完全表明对伊的称赞？所有依附公平、不是实践公义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你恩待你子民的时，求你会记得我；你拯救因的时，求你眷顾我；求你互我看见你的选民兴旺，互我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，甲你的子民做伙看耀。阮甲阮的祖先同款有犯罪，阮偏离正路做歹。13节，阮真紧就袂记得伊的所做，无听候伊的指示，因伫旷野大起贪欲，伫风暴试探上帝，因所求的伊有互因，毋过嘛互因拢随咱消散。因伫营中怨妒摩西甲上主圣别的亚伦，
地就离开。吞灭大丹，毋捌阿比兰迄群人，有火伫因中间倒起来，火焰烧灭遐一歹人。因伫何烈山做牛仔，拍败所住的伤。安尼，因用食草的牛仔做上退换上帝的阳光。因袂记得甲因拯救的上帝，伊捌伫埃及做大代志，伫咸的地行奇事，伫红海做通行的事，所以伊讲要甲因消灭。若毋是伊所竞选的摩西，徛伫伊的面前极力申诉，消灭伊的受气，伊已经甲因消灭了。47节，上主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阮，助集阮，带阮对列邦转来，互阮通感谢你的圣名，用称赞你做阮上大的欢喜。愿称赞归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。愿全体人民拢讲阿们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主帮助阮，诚做圣洁，对生活中甲人的关系，对心底诚做圣洁的人。求主保守阮的心洁净，互阮诚做亲君主属主圣洁的人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